议员陈坤和表示，七国将军这片当初馆长所犯地顶人守护片面被滨南甲区污染的乡土，不过却逃袂过击败太阳光电帮设立的命运。议员强调，太阳光电帮已经是业者公认破坏生态环境第一号的杀手。政府阁随便财团4月买地、抢地，侵占渔军农产。其中南沙线台电光电厂施工过程破坏道路，威胁用路安全，而且当年点火抽排地下水，议员强烈要求市府公权力介入。这是地下水，有要拍算安怎做法无，市长？请陈议员你甲这个所在吼，我能去。拢知，伊拢去，伊嘛，我们那个环保局也曾经抽水过，这个你们都知道地点在哪里。如果他私自抽这个地下水，到底如果有已经抽了2年了哦。我们的地层就是那像一个海绵含水的海绵，是，安尼哦，其实唔是足硬，咱是沙硬，但是水退了的时候，1992的时候哦，你像伫遮个工地受影响，但是伊拍地砖，但是影响是其他的河。甚至到不成功的。我是感觉讲，伊要做这个基座，啊，到主要抽2年抽，对啊，最主要。这工程做完，还要搁继续要抽出去，所以表示设计有严重的问题，吼。我来了解这个问题。而且分析了解一下，吼，谢谢。议员陈坤和每一摆总日巡都会针对七国将军甲北门的太阳光电设立情形，提醒共款是七国人的市长黄伟哲甲相关局处，唔通互严拖变色，一定要有远见，提出良心甲智慧，珍惜台南这片净土，来发展无言同的国际观光。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